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台南市政府人工智慧的发展计划3号正式启动，会中市长黄伟哲甲微软大中华区董事长、台湾微软总经理以及 Link Networks 创办人共同签署合作，以成立 AI 平台，创造就业、加培训人才、提升数位竞争力为主题。希望和台南成为人工智慧的发展基地。还有许多教育的这个 project 都是可以让我们政府的服务能够更有效率的能够传达给我们的市民。那么台南是第2个这个实施这个可以说智慧政府的一个城市。第1个城市是新北，不过那是中央的计划。下次记得要先给我们对，第2个是台南，是我们自己努力的那非常感谢台湾微软公司微软公司以及台湾微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跟我们接触，那我们也全力的配合，能够在短几个月之间就把一个概念计划能够在台南生根发芽我们即将这个茁壮，也即将让我们市府的服务更有效能，让市民感受到市府的服务更有感，这点都是非常感谢台湾微软。会中微软代表嘛强调，因持续甲台湾各县市合作制定 AI 相关的计划，不管是交通、教育，或者是医疗等各方面，都希望和民众感受 AI 不是口号，而是以后会当普遍，互咱的生活更加利便。市长嘛再次强调，台南虽然是古城，依然会以上大热情来迎接上新的科技。台南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市肉品市场为推广在地优质猪肉，自创加工品牌上品屯，将伫个岁末年中举办2场的大型展售会。伫个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啦啦队热情表演，上午伫个市府的2楼广场举办加工品的揭牌甲促销活动。由新疆肉品市场董事长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农业局长李条东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共同揭牌。请揭牌，上品屯实在好猪，我们台南市肉品市场的新品牌顺利成功。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举办我们台南肉品市场自有品牌上品屯的一个发表会。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台南肉品市场是最注重卫生以及食安的，但是以前都是为人作嫁，人家的猪来这边屠宰完，挂了别人的品牌，所以我们要建立自有的品牌，能创造这个商品的价值。所以呢，经过研议，经过肉品市场的努力以及议会的支持，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上品屯的台南肉品市场以上品屯的这个品牌来跟市场见面，来跟所有的消费者见面，希望消费者能爱用我们优质的台南猪肉。我们的猪肉产量是全国第4，这个生产屠宰量是全国第4，但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建立的自我的品牌，所以以后大家看到上品屯就是台南肉品市场挂波景好吃不好吃都算他的账，但是保证好吃。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大家一起来爱用台南猪肉，来享用我们力抗非洲猪瘟已经力抗了很久，总是要让人家知道说有这么好的猪肉，台湾猪肉将来有机会，等到明年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解禁之后，我们的猪肉就可以大大的外销，那时候上品屯的品牌就不只是台湾有名，可能是世界上知名的品牌了。伫个揭牌仪式过后，市长黄伟哲嘛甲农委会特产科长同齐料理上品屯的宴前，现场佮准备好食的贡丸汤、肉酥甲肉干等，邀请所有贵宾同齐品尝台南在地好滋味。2场大型的展售会将分别伫个12月7号甲15号，伫台南市林森路的假日广场。甲嘉义区的中山公园来举办，欢迎民众同齐来品尝台南上品屯优质的猪肉制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伫中西区甲北区公所的跨区合作，大家来到树地母庙，就希望结合府城乡会顶上的4大元老庙，要做伙来举办答谢元老活动。会中市长委托伫这平台甲婚庆相关产业的合作，做伙见证2位新人伫元老牵线良缘。市长表示，这不只是宗教民俗活动，嘛是传统的礼俗甲现代流行结合真好的典范。欢迎少年人要求姻缘，拢来台南。你要说这个低结婚率、低少子化，好像是这个国安危机啊。但是在台南，我们有月老庙，我们都没有在怕的。所以说，我们很多年轻人要求姻缘的，也欢迎来这个月老祠来拜一拜。那有心仪的对象，希望能长长久久的，也欢迎来月老祠来拜一拜。月老都会感应，会给各位很好的家园。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民俗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宗教活动。那我们借着宗教的仪式、民俗的活动能够跟时下的这个爱情产业链能够搭上线。那我们觉得其实月老能够赐给我们这个良缘，也愿天下的有情人都在月老祝福下终成眷属。记者会中嘛宣布，在2月7号将隆重推出的元老团前活动，也有骑白马用8大桥迎娶，以及100位会动的盛大迎亲队伍，来完整来重现古早嫁娶仪式。其中议员蔡小为服务处秘书所扮演何蕊蕊的媒人婆，一连串的4句联啊，嘛成为注目的焦点。你看，你新娘生水阁真好妙，可比美人来照镜吼。在入门吼，一定阁较好个。生囝生孙吼，一定会得人听的，好无？等下吼，我要来带一个吼，咱来。到时热烈喜气的嫁娶嘛，欢迎市民拢做伙来见证天下有情人伫元老的祝福白头偕老。但新闻管制何乔芳采访报道。今日这个竞选服务处真无共款，除了有感恩的诗歌，有上帝祝福，也阁有加味芳，都希望大家有回到厝内温暖。这个是台南第5选区立委候选人李柏利所打造全台湾第1座爱家竞选概念馆，甲一般的竞选服务处的完全无同的感觉。我们觉得是从这里开始，从我们的政见开始，从我们的生活开始。如果一个成功的人他不注重家，我觉得他的成功就有一点缺陷。那所以家庭是每一个人的根本，每一个人他从婴孩怎么样被呵护、被培育，做错事了被调整、被管教，家很重要。但是家有耐心，彼此等待，有安全感。所以我们这里，我们希望就是大家一进来，能够唤起大家这个对家庭的看重跟意识。为了李柏利安平服务处的落成，嘛替安定力量的候选人加油打气，包括党秘书长朱竹元、发言人曲宪平以及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吴二阳拢到场，肯定李柏利以创意创新，加一条完全无同的选举路，为爱家力量来安定咱台湾。我来以后发现说，他们的思维想法好像是我的，好像我的。不是我的翻版这样讲不好意思，好像跟我都非常的很合啦。就是我说我们强调的就是要整个社会要往善的发展嘛。你看爱家庭是很重要的。我去年在竞选的政见就有特别强调说，希望从台北市的市政府开始，让每个人都很准时下班，把家庭顾好。你看爱家是它逻辑跟我都完全是一致的。简单的服务处上届兄爸在这一张大餐桌，李柏利表示，就是要凸显，伊毋是反同婚，而是反对同婚的法制化，希望透过餐桌对话，而不是对立。餐桌代表的是对话，不是对立。你知道，一个家最重要的不是在卧房里睡觉，最重要的是每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听听彼此的心声，听听说，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倾听他，同理他，尊重他。尊荣他，也给彼此意见。
所以我们觉得台湾的现在的政坛需要的是一个多元的声音，而且我们彼此尊重，不是非我就是敌。现在所造成的整个环境是对立，应该是对话，应该是理性的对话，而不是对立。所以餐桌所代表的是对话，请听。李伯利强调，虽然资源有限，不过选后不管胜败如何，也是希望保留这个过去以及陪伴教育传播爱所在，希望大家有缘拢来感受。等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由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主办的深耕学校家庭教育学生主题创作精选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创作的主题以家庭教育的内涵为主轴，评选对1400多件作品，总共选出33件优秀作品。3号上午伫个永华市场中心来举办成果发表，包括市长黄伟哲、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拢到场为小朋友来加油打气。可以看到许多的小朋友的我们同学的作品，都充满了创意最重要是家庭教育学校家庭教育的这个成果哈，那可以让我们孩子们可以正确的、更进一步的能够了解我们家长以及学校对于家庭教育所付出的爱心，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大家能够重视我们孩子的这个家庭教育，尤其对于学校教育是在学校学习，那回到课后呢，这个教育也是蛮重要，能够把这2个做最好的衔接。小朋友在家里面跟家人互动的情况，那透过画画的方式，透过绘本的方式，或者是透过平面设计的方式，那我们征件呢有1400多件。那进入我们到最后评选出来是有33件的作品，而且这一些作品的内容跟品质，各位我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这一个品质广获好评，也就是说它的水准非常的好，那内容也非常的有意义，都富有都是小孩子每一个家庭。在家里面，大家互动的方式，每一个家庭的互动方式，或者是小朋友观察到的点，其实都不一样的，所以让人觉得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感动。会中除了邀请新南国小的小朋友舞蹈表演，另外嘛有得奖的学生到场分享创作的心得，有复兴国小的叶嘉瑜创作绘本《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会赢国小陈应成全家一起来绘本。加丽林国小许宪章将全家做伙去旅游快乐的时光，用画笔来画出来，感受全家幸福的滋味。画的心得是非常开心，这里面有弟弟、爸爸妈妈、阿公，还有阿嬷。这里面大主角是锹形虫，它的体型非常大，我最喜欢的昆虫。我非常喜欢这一只锹形虫，这是我画过最好的画。觉得啦，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那办这个活动，我觉得就是让小朋友从小有一些正能量，那他们有培养他们的自信。我觉得我们好像没有这种东西。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些单位，大家花这个时间凑在一起办这种活动，真的是辛苦了。为了让更多人分享着家庭教育的幸福故事。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目前嘛将33件得奖作品，将分别伫个永华、甲明治市场中心来展览。展览的期间，现场嘛安排绘本的导读，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正确开启车门很
门，就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英文很重要，所以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台南社区大厦大港分校10月港来持续带领在地学子，透过镜头方式编辑采访大港16寮社区博物馆导览手册，推动大港本土教育。今年以中华北沙尾为主轴，结合和顺国中伫这学期利用社团课程，由大港分校执行长吴木成培训学员，成为家乡采访员以及导览员，实际行托马祖经，同时采访在地囡仔以及店家。撰写大港老故事。咱和顺国中甲咱社区大学大港分校推设这个大港这个本土的课程就是讲，带咱的囡仔实际上来咱的庄头采访，以教为学，就是讲，伊毋是讲咧死读册尔，是咱大家来采访，甲采访文稿去编写一个博物馆的手册，然后咱透过活动来解释予咱的其他学校的学生来听。这种的学习是一种素养的教学，就是讲，互伊伫参悟当中产生一种认识，产生一种感情，产生一种影响力。会当讲学习是有一个社会参悟的，毋是单伫遐戆戆读册尔。这是咱未来大港本土教育最重要的一个定经的方法。透过镜头采访、解说以及担任关注，互参加学生学到真侪知识，以及当地趣味故事。这让因感觉到真有成就感。之前我们听老师讲解到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学习，并且从就是我们讲解完之后学习到这些东西，我们会变成我们是介绍的人，然后去介绍给底下的观众们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平常爸爸妈妈都会带我们去博物馆参观，什么都是听别人在演讲。但是这次的活动呢，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对别人就是介绍或者是导览，让我觉得这次就是很有意义。和顺国中校长谢连阳表示，学校师生共同参与大港社区博物馆的策划，除了让囡仔会当认识家乡以外，嘛会当培养相关的能力。和顺国中是第2年参加社区博物馆的活动规划，那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去年我们是采访中九寮，今年我们是采访马祖经。那我们将学习的场域从教室扩展到社区，那孩子透过这样的活动他学到很多多元的能力，例如说像采访或者是文稿的撰写，还有闯关活动的设计等等的。那我觉得透过活动这个平台，可以让孩子展现他多元学习的能力。和顺国中李淑婷主任指出，学校应用108课纲，全面实施行拓大港看领域单程课程，带领1年级的同学认识家乡这块土地，借由这款的乡土教学，培养囡仔爱乡土、爱土地的情怀，嘛为过程当中培养囡仔多元的能力，发挥家己的潜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台南市议会指导。慈力时尚美学管理协会主办的台南市行动美学设计公益联谊比赛，11月30日伫台南大学举行。比赛当天，由台南市妇联会带来精彩舞蹈，揭开活动的序幕。
行动美容事实上是现在迎合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的趋势啊。那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协会能够透过我们议长杯，再一次给我们选手在过去一段时间来，你的做一个培训、自己训练的时候，今天透过比赛有个好的成绩，当然你对自己更有信心了，相信未来在他工作职场里面一定是正面的，而且是加分的。比赛项目分为4个组别，分别是行动美容、中西新娘秘书、舞台化妆等。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让学生了解目前业界流行趋势，除了会当协助学生在生活方面取得加分，也希望会当帮助因一毕业马上就会当投入职场当中。学生希望说，我们在每年的1月跟5月，他们要做那个升学的一个推甄。在做升学推甄的当中，他必须要有取得专业的才艺的那个推甄竞赛哈。那我们这次帮我们的大专院校跟我们的高中职的学生帮他做这个活动。那因为我在跟学校之间有互动的教学，所以我们都知道学生他们大概在几月份大概要做这种才艺竞赛的比赛。那我们这次呢，这次行动美容里面还有我们有办银发族、社会族。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行动新秘，现在是目前比较夯的新秘哈。我们可以帮助学生呢，在技术上面呢，可以更增进他们的能力。然后我们未来呢，也会有一个行动美容的商店，然后在我们学校那边呢会执行，然后为学生呢可以增加他们未来的就业竞争力，让他们呢可以达到毕业及就业的一个能力。爱水是查某人的天性，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就有一位满头白头鬃、85岁的阿嬷，嘛摕到机器操作，学习美容技术，显示出爱水无分年龄。我以前吼，我袂晓画啦，看人咧画拢真水，足爱上咧水，来学的。伊姐妹吼，会讲你安那开，即马加较水安尼。我讲我来遮学的吼，趣味啦。不只爱活角楼、学角楼，同款嘛爱活角楼、水角楼。协会这次是第3次举办台南市义中杯时尚美学竞赛，让爱水的人会当学习到美容相关的技术，嘛让少年的学生会当毕业马上就就业，创造了多赢的局面。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今年是土城圣母庙安坐38周年。庙方3日举办盛大的鼓励祭仪典礼，由主委王明义担任主祭官，立委陈廷辉、议长郭胜良、议员王景德、李中琴以及真侪贵宾担任陪祭官。依循鼓励向天上圣庙上香以及献礼，最后公读祝文，场面庄严隆重。圣母庙第3次重建，就是民国64年动土，民国70年安坐，阮一气呵成，甲伊起来，起这间东南亚上界大的妈祖庙，并且咱全国先进台德有时间一定爱加接转来的咱台南正统罗里门圣母庙来参拜着咱罗里门嘛，伊一定会甲你保庇。庙方伫农历29暝也首次举办农历跨年晚会。独特的活动类型嘛，成为全国首创。咱以农历的29暝，咱要来办农历跨年，要来过咱台湾年，的家己的节日。29暝哦，要来办跨年，以咱圣母庙的宫廷，并且咱全国先进台德一定爱做伙来跨年。咱台湾人头一届所创的阁有灯会。咱圣母庙嘛是，搁设立一个灯会，有够水。东港嘛要来跨年好，要来试灯哦。29暝的跨年晚会，除了有美丽灯会以外，庙方表示，阁有邀请歌车演唱以及高空烟火表演等活动精彩丰富，欢迎全国的信众做伙来圣母庙跨年。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款应急膜外麻醉就是当依照病人开刀的部位甲病情的状况来进行分摘神经的阻断，避免规身躯麻醉的顾虑，包括颔管、胸坎甲腰脊骨等部分。
新台病院麻醉部肖洪忠医生表示，这款的麻醉上只运用伫有新的妇女来进行无痛的生产，虽然目前已经真普遍，不过麻醉的时机也是有所限制，特别若是凝血功能无好，就无法度做。因为有医学研究显示说，子宫颈还没有开3公分以前就给药，产程会延长，甚至说子宫收缩会比较没有力气，那到后来可能会演变成需要剖腹产。那它的限制主要是还是来自于凝血功能障碍。那产妇如果以前脊椎有开过刀，或者是她有肝的疾病造成凝血功能的不好，或她有吃其他药物影响凝血功能，那这是主要的限制。那其他的方面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配合手术的进展，区域性的应急膜外麻醉运用愈来愈多元，都来当精准驻地所需要的所在，卖当延长麻醉的时间，减少病人的无爽快。台湾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湾早期装假喙齿材质相当多元，参像是金属、黄金，或者是金属包灰啊，应有尽有。但是嘛要注意，因有小部分的人对着金属会产生过敏的状况。因为金属是不透光的，所以它就会在牙龈那边出现比较暗沉的现象。那这种情况会在我们有嘴唇的情况下，比如说你把嘴唇拉开，可能不会那么明显，但嘴唇一合上去就会很明显的黑影，会让它更不好看。医生表示，随着生活水平提升，民众对着装假喙齿愈来愈要求。传统金属包灰仔的假喙齿也是无够美观，透光性嘛无好。即卖有全灰仔假喙齿出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一般来说，全陶瓷大部分的全陶瓷甲都是数位制成的，所以它的速度反而是比较快的，而且品质会比较稳定，比较没有人为上的差异。那传统金属烧附陶瓷，就里面金属外面陶瓷的假牙，它是铸造的。那铸造之后，在外面再手工去堆瓷，所以它所需要花的时间是比较多。全灰仔假喙齿，无论伫色水、透光性，拢赢过传统的假喙齿，加上无使用金属的材质，伫这个金属贵闪闪的时代，阁有当省下袂少的费用。加上制作假喙齿的技术进步，假喙齿的舒适度经大大的加分。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